各位姊妹、各位兄弟平安。感谢上帝恩典，嘛非常感谢咱教会牧师甲咱所有的就是讲中级的接纳，互我今仔日会当代表玉山神学院伫遮甲大会来做伙来做礼拜，嘛咧伫这所在报告玉山神学院的即款阮的事工，嘛表示阮的感谢吼。我相信其实咱拢知影，玉山神学院是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属下3间神学院中间唯一的一间为着原住民设立的学校。这毋若干那是伫台湾，其实伫全世界拢算作是真罕得看的代志吼。咱嘛知影讲，其实原住民伫台湾的社会中间，无论讲是伫经济、教育，还是讲其他的方面，其实拢是算作是较弱势的部分。所以玉山神学院会当伫台湾的社会中间存在76档，佮伫遮做种种的事工，其实是真需要咱兄弟姊妹对咱的支持。今年玉山神学院嘛有准备一个募款的影片吼，透过这个影片，咱会当做伙来看玉山神学院阮有做啥物款的事工。在原住民神学教育里面，我们会关怀国家的前途，爱乡土，做台湾人，做有文化内涵的真正的原住民。我们会继续秉持这种信仰，来尽心尽力为主服事，来荣耀上主。育神他不只是在读书方面，他也是要从事很多各样的服事、教会的实习以及学校的活动，还有各干部的学习。其实一直以来很有负担的就是对于青年的这一块，因为人口的流失，加上青年到外地来去工作、来去读书，所以他们很少回到部落里面来去学习自己的文化以及信仰的扎根。希望能够透过自己的经验，能够跟这些青年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学习信仰上面的部分，然后让信仰能够更加扎根，让他们能够不要去外面的时候，能够忘记自己的文化，跟忘记自己的信仰。传道人或是我们的同工，如果一直处于被动的状况，始终就没有办法看见会主动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出去，特别是我们社区的文件站，透过教会去协助，做照顾老人的一些事工。文件站的负责人还有这样的感动，会邀请他们来教会聚会，这是社区宣教的一环。我在玉山神学院里面实习所遇到的一些困难、一些经验，我回去跟我的指导教授或者是我的老师来分享，由他们来提醒我该做的一些变化或者是改变，我才了解到说，我不能用一种方式来走遍所有的教会，反而是每个教会它都有自己的一个行事风格。我们也要有这种精神，抛开这些我们以前固有的这些习惯、一些傲慢，真正谦卑的来认识这块土地。
所以，伫遮我要搁一摆代表玉山新学院的院长所有的老师、学生甲职员，伫遮感谢咱教会。伫过去的日子的中间，咱用咱的大道，用咱的关心甲奉献来支持玉山新学院，互玉山新学院当阮伫执行阮的事工的计划时阵，会当真放心无伫搞讲因为伫经费顶面的欠缺，互阮会当真正伫上帝面头前，甲上帝勇敢应讲，阮有尽力伫完成上帝你所交付阮的使命。感谢各位兄弟姊妹。今仔日我用使徒行传的结尾，这是伫28章23节甲31节来甲兄弟姊妹做伙来思考这段经文对咱的一寡信息甲教示。我相信在座的兄弟姊妹，咱应该拢有参加过个别礼拜。伫个别礼拜的电视中间，有一个部分是讲述个人的历历。用这款方式来追溯个人因的生平因的性格特质，甲因的信仰的经历等等。这款的就是讲追溯，伊的目的是对亲人还是朋友的角度来笑念回顾个人的生命的经历，以及上较要紧的是对基督徒来讲，因的信仰的体验，甲因的信仰的见证。所以个人历历，伊除了是怀念个人以外，其实嘛期待望参加个别礼拜的亲人甲好朋友，会当对个人因在生的时阵的事迹会当受到鼓励，然后进一步来学习甲军队个人的好甲水的脚迹。咱今仔日所读的这段经文，咱会当将伊看作是《使徒行传》的作者，伊为保罗所写的另外一款的故人略历吼。所以这段经文，伊用亲像咧做总结的方式，伫遐真简单地描述，当保罗伊伫大马士革的路上受到主耶稣基督的光照，伊受呼召了后，伊伫伊的传道生涯中间的就是讲经历吼。所以咱若有详细读《使徒行传》，对《使徒行传》的记载中间，咱时常看到，当保罗伊在传福音的过程的时阵，伊的听众就亲像咱今仔日所读的经文所记载的，有的人相信，总是有的人毋信。其实伫即款的情形下面，犹太人也是伊的同胞，往往是扮演反对者的角色。所以遐犹太人，因可能因为看到福音真快速的扩展，所以因怨妒，因的利益受到威胁，所以因伫遐来鼓动群众因意图也是讲因想要对保罗不利。譬如讲，咱若是读《使徒行传》的17章，这是记载的是保罗伊伫帖撒罗尼迦城引起的一款的扰动吼。保罗伊虽然将家己定位做受呼召来做外邦人的使徒，总是亲像伊伫外邦人中间的宣告，嘛毋是遐尔顺利。伊并毋是无受到任何的阻挡。譬如讲，当伊伫以弗所的时阵，保罗因有伊动人的财路，就是讲有当地有一款咧制造雅典米的神庙模型的即款的银匠，所以对方伊就伫遐煽风点火，伫遐煽动群众，所以差一点就造成暴动。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文，搁一摆来记述，来听保罗讲解上帝国的道理，甲有关耶稣会教导的人中间，因嘛无一致的意见吼，因彼此有无共款的看法。所以，伫即款的情形的下面，保罗伊引用以赛亚书的第6章第9节到第10节，安尼讲：恁听，佮听嘛袂了解；恁看，佮看嘛袂看见。因为遮个子民的心已经钝。耳孔重，目睭渴。若毋是安尼，因的目睭会看见，
耳孔会听见，心会明白，会回心转意。我就甲因医好。接续落来，保罗伊阁加一句话，伊讲：上帝即个拯救的信息已经传互外邦人，因会听通。所以，这段伊对以赛亚书引用的经文，甲伊后壁加入的即句话，其实一方面表达保罗伊对伊家己的同胞犹太人无相信，伊感觉真可惜。总是另外一方面，嘛确定保罗伊接续落来会宣告活动的走向。就是因为当时犹太人因拒绝、无相信、无接纳，所以保罗宣告的重点已经转往外邦人。不过，咱毋通忽略第30节30节讲的是，来访问的人，伊拢甲伊接待。所以，这句话在暗示的是，福音是包容的。保罗伊并无拒绝任何愿意来听伊传讲讲解道理的人。另外，作者伊嘛伫23节到30节的这段经文中间，伊真明白来指出，保罗当伊受到耶稣的呼召伊了后，伊的使命就是爱宣扬上帝国的福音，就是教示有关主耶稣的代志。其实咱看起来敢若是两项代志吼，宣扬上帝国的福音，教示有关主耶稣基督的代志。其实这两项伊的内涵是同款的，因为咱若是读福音书，咱知影耶稣伊一生的使命甲任务，就是要去做上帝国。上帝国这个名词伫使徒行传内底，敢若出现5摆，而且作者伊无另外阁加一寡说明。这真可能是因为咱知影路加福音甲使徒行传伊是同一个作者吼，所以有可能作者伊已经伫福音书中间，已经透过耶稣基督的教示，甲耶稣所讲的譬如来解说上帝国的意义。伊嘛伫遐指出进入上帝国的条件，伊嘛已经说明做上帝国的子民的资格是啥物。对耶稣来讲，上帝国毋但是要讲世界的末日，上帝国毋但是讲对天顶来的即款凄惨甲可怕的末世。对耶稣基督来讲，上帝国是伫今仔日会当伫即个世间来实现的。伫耶稣的上帝国内底，上帝是唯一的统治者。受到当时罗马帝国的政权压迫，因真多送向人甲乞食的人，因会当恢复因受造真多人的尊严。伫耶稣的上帝国内底，人必须爱听上帝，爱听人，甚至必须爱听因的对立。伫耶稣的上帝国内底，伫头前的会变做伫落尾。伫落尾会变做是伫头前的，这表示讲，这个世界原本的价值观，甲社会的阶级会受到反转吼。所以咱若是用耶稣伫伊公开传道生涯开始进前的宣告，耶稣的上帝国就是送向的人会当听到福音，受了的会得到头棒。痴迷的会得到光明，受压迫的会得到自由。虽然其实伫现代有一寡神学家对保罗会抱着一款较毋是遐尔正面的讲法啦吼，所以有一寡特别是女性神学家，因会指责保罗歧视女性。所以咱读保罗的著作内底，伊无允准女性讲道。伊主张讲，当女性伫聚会中间的时阵，爱恬恬，爱安静。嘛有人指责保罗伊对当时社会制度的无公义，伊无批判，所以伫腓立比书内底，
伊主张要将迄个逃走的奴隶送转去伊的主人的身躯边，伊教导讲，做奴隶的人爱顺服主人。总是当咱咧解说，也是讲当咱咧读这的经文的时阵，咱会知影，因有因特定的时代甲文化的背景。总是咱嘛爱对另外一方面来看吼。保罗伊嘛伫其他的经文中间，伊有无共款的论点，尤其是伫加勒太书的第3章28节，伫遐保罗伊安尼讲，无分犹太人，也是外邦人，奴隶也是自由的，查甫人也是查某人，伫基督耶稣的内面，拢成做一体。这直接表明讲，对保罗来讲，种族。也是讲社会地位，也是性别，拢毋是成做上帝行义的条件，也是阻碍。另外，咱也是读保罗伫罗马书14章第17节，伊强调上帝国，也是讲上帝主权的实现，毋是靠人者，是靠圣神所赐的公义、和平甲欢喜。这段经文伊的意思是讲。上帝国毋那是灵性的，上帝国嘛是甲人伫即个地上实在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所以保罗伊认为讲，上帝国的特质是公义。公义毋是咧讲伦理道德顶面的完美拿定，公义是咧讲人必须爱用顺服来回应上帝，人。必须爱用正直来对待别人。上帝国的特质是和平，所谓的和平，毋是讲表面上看来相安无事、平安无代志。所谓的和平是讲人甲上帝、人甲其他的人、人甲受造界的关系，拢爱维持和好，拢爱照上帝的旨意来维持。上帝国的特质是喜乐，其实这是咧讲，因为咱领受上帝国的恩典，所以咱受到圣神的启发，咱对心底来清出的这款的情绪的反应。因为安尼的解说，所以有一个宗教学者吼，这是 Karen Armstrong， 佮一个圣经学者 Richard Horsley， 亲像这款的人吼，这个人这个学者因主张，其实保罗毋是对当时的世界是社会制度，伊保持一款像的盲目，也是讲视而不见吼。保罗一生伊拢咧反对罗马帝国的不公义，所以保罗是甲耶稣同款，伊同款嘛主张，伫上帝国内底，所有的人拢应该受恩准，这伫共伫一个岛爱边中间伫遐互相来分享邻者。其实，伫当时的文化来讲，同齐岛同邻者，这代表的是族群、社会阶级，也是讲性别的围墙拢被打破。所以 Armstrong 伊甚至认为讲，保罗若是活伫个现在，伊真可能伊会极力来反对现代社会极端的丧向甲好野人中间的距离。伊会批评权力平均无平均的分配这款的全球化的市场。所以当咱读《使徒行传》的时阵，保罗的故事到这结束。总是这毋那是《使徒行传》的结束那定，其实伫咱的圣经中间，有保罗伊家己所写的批信。所以，甚至是伫包括保罗所写的批信的中间，咱今仔日所读的经文是对保罗伊后来的代志最后的一款的描写。使徒行传用这段经文做结束，其实会引起侪的疑问。咱家己敢有想过讲，过来咧，保罗伊发生啥物代志？伊阁有去过对吗？伊阁有伫啥物所在传福音吗？其实《使徒行传》写作的日期大概是伫第1世纪的80年代了后啦吼。总是大部分的学者认为讲，
保罗伊可能是伫公元65年左右就已经离开世间，所以换一句话讲，《使徒行传》的作者，伊真可能知影保罗最后的结局是安怎样，总是伊却无将保罗伊人生的最后一段路，就是讲，伊最后伊是安然享受年老的日子，还是讲伊是伫啥物时阵，伫倒位？用什么方法受处死？伊无甲咱讲，所以你到后来的人有侪无共款的揣测甲传说吼。譬如讲，有的人认为讲呢，保罗伊是不但无受到处死，伊有完成伊去西班牙传福音的即款的心愿。咱知影这是伫罗马书的中间伊讲的。伫第4世纪的教会历史学家，因主张讲。保罗伊是伫公元64年，当时的罗马皇帝尼禄伊迫害基督徒的时阵，伊受斩首。其实伫迄个当时，照传说来讲，彼得嘛伫迄个当时受定12个，而且是用头上脚下的方式历史上到底发生啥物代志？咱会感觉真好奇。总是作者安尼安排，伊要将最后的结局甲咱讲，伊有特别的目的。伊即款的手法，伊提供互咱的结局，这是开放式的所以，咱有当时看电视，还是讲读小说的时阵，咱会感觉奇怪，电影直接结束，过来咧，故事直接结束，到底是安怎样所以，即款的开放式的结局，其实是来爱咱。读册，还是讲看电影，还是讲读小说的人，咱会当对小说还是电影内底提供的线索，去猜想后来的发展是安怎样。另外一方面，开放结局的即款的结尾，伊邀请咱爱进入伫故事内底，将咱家己化成做是故事内底的人物。互故事伊的发展会当伫咱家己的心上会当来演刷落去。所以，若是讲较明白的，其实对《使徒行传》的作者来讲，伊的作品结束，总是保罗宣讲上帝国的信息，甲教导有关耶稣基督的代志，即款的任务还未到终点，所以伊毋茫讲。读即个作品的人，就是演说保罗伊所建立的教会的咱会当继续将即个故事甲伊传落去，咱会当继续来完成即个故事。所以，即个还未达到终点的任务，对咱提出非常严肃的挑战。保罗伊宣讲上帝国，伊宣讲耶稣基督的故事。咱要宣讲啥物？若是根据路加为着保罗所写的即款的故人略历咱是受勉励，咱着爱宣告的是上帝国的信息，甲耶稣有关的故事。总是咱该进一步来思考，上帝国是啥物？耶稣基督福音是啥物？信耶稣敢是为着伫即个世间会当享受逐款的福气甲成功，然后将来会当上天堂，也是讲所有的福音甲上帝讲的事实，伊讲的是上帝会用财富、健康、成功甲幸福来回报信徒对伊的信心。其实对初代教会的信徒，也是讲，就算讲是伫现代，有缘有一寡国家，也是讲地区的基督徒。因为着要持守信仰，所以因必须爱忍受困苦甲迫害来看。真显然，信耶稣会当得到成功，上帝国的赏赐，这是丰盛的物质，这毋是咱爱宣讲的主题。其实，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真明白甲咱讲，咱的教会是一个关心人的生活甲生命逐款的领域的教会。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对宣教，也是讲教会事工的理解有6个面向
就是讲教会爱宣扬福音，教会爱培育上帝的囝儿，教会爱用疼心做服侍，教会爱参与社会改革，教会爱关心上帝的创造界，教会必须爱思考福音甲文化的中间的关系是啥物。所以这6个面向，伊显现，咱的教会毋是一个干那关心灵性领域事务的教会。教会爱关心灵性，教会爱关心信仰无毋对，总是这毋是教会唯一的任务。其实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做一个台湾上界大的基督教的宗派，咱其实除了对公共议题咱投入以外，其实咱嘛非常要义地参与各项的慈善事业甲社会服务，咱尽力来扶持，也是讲帮赞台湾社会中间的弱势团体。伫即部分，其实我会当看到，咱上联教会真正是付出真济嘛，做真侪事工。但是对玉山神学院的历史来讲，玉山神学院毋那是负担培育台湾原住民教会传教者以及教会社会服务人才即款相同的使命吼。玉山神学院嘛扮演维护原住民的社会文化甲语言的重要的角色。所以其实阮的学生对入来学校了后，每一个学期因拢爱上因的母语吼族语，你是对一组的，你就上迄组的族语。所以，伫遐重视原住民神学的起造甲教育，并且努力伫原住民的社会甲文化的研究，关心原住民政治、社会议题等等，这是玉山神学院毋捌放弃的工作，这嘛是阮努力的方向。对原住民的社会改革来看，其实原住民的逐款的社会运动吼，咱也会记得。譬如讲，伫70年代、20年代的反雏妓运动，就是讲有一寡不孝人士啊，在进入部落的，然后就是那讲拐卖原住民少女去卖淫，也是讲当原住民因伫遐争取还我土地的运动，也是讲因要将因的名对山胞改做原住民，也是讲伫最近反对亚洲水泥伫花莲继续因的即款的契约继续开垦水泥。伫即款种种的运动的中间，玉山神学院的老师甲学生捌欠识过。这其实是为着要实践玉山神学院阮所创校的时阵的宗旨，伫遐明白讲出来的。玉山神学院是用耶稣基督的福音做根基。培育原住民传教者，以及有无共款专业训练的基督徒，然后互因伫教会甲社会服侍，互因会当参与上帝国的宣教。所以，咱来看今仔日的经文，保罗伊一生所期待、所仰望的上帝国，的特质是公正、和平、甲喜乐的国度。当咱祈祷的时阵，咱嘛学习耶稣基督对咱的教示讲，你的旨意行伫地面，亲像伫天面。嘛亲像耶稣对军队伊的人讲，伊爱因做世界的光，爱因做地上的盐。所以教会伫人的性命的逐个领域来做见证，这是理所当然的代志。思考上帝旨意，并且用行动甲伊实现出来。才会当互上帝国伫咱的现况的中间来实现。当咱读这段经文的时阵，宣讲上帝国甲传讲耶稣出现2届，所以伊真要紧。对作者的观点来看，对保罗来讲，这是保罗一生上界要紧的任务。作者伊所描写的保罗的故事。伫这段经文结束，总是传讲耶稣甲上帝国的任务，还未到终点。伫今仔日，这已经真做是咱每一个信徒爱延续落去的责任。所以，当保罗当路加伊在为保罗的一生做一个总结的时阵，伊讲伊大胆宣讲上帝国，
教示有关主耶稣基督的代志。伊留了即款的记录，目的是要互咱，当咱读的时阵，咱纪念、咱学习。咱敢有想过，若是伫信仰的角度来看，伫将来，咱有啥物会值得将来的人来对咱会当有一寡学习甲纪念的？请咱同心祈祷。生命的主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用你的形象创造阮，你就亲像是阮伫天顶的老爸甲老母。阮感谢你的恩典，因为阮的罪会缘故，你差遣主耶稣基督来到伫阮的中间救赎阮，也因为阮本性的软弱，你差遣圣神伫阮每一天的生活中间来引带扶持阮。亲爱的主，当阮伫咧回顾阮信仰的道路的时阵，阮受到侪信仰的前辈的引带，阮嘛对因的心肠看到侪阮应该爱学习的好的脚迹。亲爱的主，也恳求你将即款想要完成、继承即款的任务的决心，下伫阮每一个人的心中，帮助阮，互阮知影，阮必须爱继续来承担即款的任务，阮来继续传讲上帝国，阮来继续将耶稣基督的福音，用阮的言语以外，嘛伫阮的行动顶面底下来促成你的旨意的临到。恳求你的主的开力，甲阮三个伫地。阮祈祷恳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